我唱的邋遢的唱，是法塔塔四字，我是唱不动这样，所以我没办法呢，只好请徐伟军同志来帮忙。这次也非常高兴，本来是今朝要到外部去演出去了，为此这个太日一天，所以我非常顾家。我们唱到头期嘛，听得帮忙支起，请听法塔塔四字，立根高义心是此，识字是偶一不二，老生养士，都记得后也某两中一个相聚，记得空门起身佛地。一观景亮，相偶时。
电影演员陈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剧票友。我告诉你，伊非但呢是京剧票友，而且啊是平台票友，你晓得吧？请陈志为大家演唱《杜十娘》。哦，这样的今朝是江浙沪三枪杯平台中青年演员为师首奖大会。我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能够来参加大会，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上台唱平台了，还比新娘子上轿还是头一句。那么喝两句这样的，他不是娘，肯定好得不这样的啊。上次嘛发了屋里向啊，那么像不像三分一样，上山要捉的啊，椅子抬不来，那要抬两几个。那么废话少说，现在开始。
那么后来的那什么呢？
是专业演员来演唱，但是这个两个专业演员啊，已经没啥子过片。我先告诉大家，一位呢是刚刚我碰上是个王八友同志，还有一位呢张建国是张建定的弟弟。那么伊拉两位这个思路是两样的咯。但是听说伊拉这个合作有没有啥个思路我弄不清爽，让伊拉两位来介绍吧。现在请听方清纪娘方清听纪娘了老保佑你根子彩屏的一大口纪娘什么好了一人心思得不双喜微笑心基督的娘们子们两只手毛真是叫母女郎一打母亲娘啊自家儿子们真叫悲喜交集，这样儿子啊，许得来真家来，自古来这一地啊，做些要看不见我们样子。老太太生的时候来里打我来着，哎呀！是要怎么办？我们看书不测雨水之下，因此我心儿成难想。今生终没再见，因为那真正大爱大雨在中来见的娘，只要你们这个一并不在，辛苦你的亲娘山一下。值得飞小黑马。
此结束。下面我们就请著名昆剧花旦演员张敬贤为大家演唱立调代表作《秦探》。是郎君分的孤身梨花落哦，可精彩了，两家头啊，是比我不大有的。是的，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话剧导演李家耀。哎呀，伊有个辰光为演话剧了。对。哦，今朝伊也来到电台。是的。那么还有一位搭档啥人呢？还有一位搭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君玉。哎呦，吴君玉，能说为演，而且又有个造型，是吧？各种动作侪来的。
而且伊那个面部表情啊，社会的动的啦。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请伊来表演啥个节目呢？他们表演的是武松十字坡打店。读书要像个读书的样子啊，对。对个，从石头是个连坐来搞起来了，那都是石头是个连坐了，那是一是上一是头啊。那么我当然拼上当了，想上有点格格不入。我不是平我，你们是我就得意。我的非常欢喜平台，咱们就临时拼个上当。我们是深圳人，你们是广东人。搿种这样的生命对是为啥收钱我嘞？广东话我当收钱我报了一条像外国话。我到广州去打工叫地方会，我说我是美女同志啊，对方地方里对分是我，老苹果啊，是我的苹果。我你好，我说我服务苹果，我去香蕉啦，他等大举特的。那么你两个的拼上倒是难办的。据一个医生讲，听说你两人拼上当，长命百岁，一年一日，增加免疫力，抗癌细胞。有两个外国人讲呢，听不到呀。上海大的嘛，你是听你的是靠海治病的，你都是外国从铁药把这个毛病都会过来。李家耀同志他们评为上当，所以为学士谱。那么你呢，但是确实爱好平台的，平台我爱好的，是我反射的。真见看人天天付出来，自家天天只要花，适合一位是真见不容易。那么我老师啊，真见是安心立血。一字一句歌啊，对歌，对，从这里搿手段我告诉你们说啥事呢？叫意思呀。喝个今朝只要是听我老师的，我呢还有一笔，三个同志们啊，去买菜地，搭着把羊拍拍，将悟空吹手的。向同志们、老师们汇报我的心得，那么邀请各位多多包涵了。我在看李家耀同志啊，虽然当我评一位读书啊，你还编好几句唱词来，来听你唱出来。广东省军我得得弄的，要得了同志请得出来帮帮忙。你看我这个出来了。样子当然的，我说是不开口，马上会可以的。那么来的是作为白纸了他，实际上这件白纸我老师问张正武教来的，因为据说一件白纸了做100块洋币，比西装还要贵，一时上头还大不贵。那么再讲做事啦，这是到马路上向像不一样的呀。那么小样呢？来上。我们对我来听是的，
下军3位斗士，交一位师傅，神破开始啊！红绿莽罪。我们去干的是啥名字啊？老魁爷唱的，来公子高头。好来，老杨呢？林子龙来是唱2句，平常不唱了。张队在这底部啊，三个底部。那么人家生活中我都写诗的，记得我把人家语的，写诗的分我写，我只写是个电门外唱，个星星的出卡比红的也没听。那么往哪跟我唱张的，那个张继的故事之间跟那龙了，我但要好个了。可我这部张继的官方语意见了，还我们来知道了。这个啊，今朝我这个节目了相当精彩，我是来语充实感难忘。唱过6句，唱出的舒适，但是为止，让大家开心，我都要听我一唱。我们那个群众歌的相当强，所以都要看我有的马克思主义歌的了。请听张的怒之正呀。请听是红泥满地十字铺，各当地方的全身围包，三路起伏，冬一天龙里，你的拿副枪的2个这里生了4里下，哎呦痛的啦！石龙像个知了，上海人家牙母子，就要一个不停，也是他，老海也杀他，你啥看？你呀，你上面人哪去这些？东方向有3风龙响，里后3个人，当中一个脚骨大，身材宽容，气格急躁。他是穿一擦布，他有种改来，这个顶出来的种肌肉，上地日的灯光一灯。问的不准，我来到高子啊，买好了，你抽高过几里买的？我拿去抽高几里买的？鸡肉嘛那个，你像鸡骨带鱼的，它是要这样吃的。对方想，朱印超龙身上将把布肚塞口，在他们手里算两啊。这张面孔漂亮标致。
男性身上的美才集中到一张面孔上，顶得出就是两条眉毛，叫鸡眉高挑。啥叫鸡眉高挑？我同志小伙子上鸡眉顶漂亮，像两颗小个宝剑，一是上一是细，谁的是配得上？施工生都不够营养和我们老居晓得的，我无比那个眉毛属于鸡眉了，就是我多大一年月。这里是杀人晋阳宫大红的龙松，来了随风浪响，一阵风吃着上身的地把布肚塞飘了起来，哼！有叫一忙的小猴子锋芒毕露，他说个人有风的。当然，风冒风，才让人家的素质提高，为了产生一种风。知得牛赛，当得为大牛赛，来让天人们人类上水过风，大概梦军长、机长、把水头，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纪律，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没有力气跑的。我在看李家要什么了？你也有个风啊！龙不公，有的，我也有风，也没人来风。我可是在谦虚。扶松那个长相师，真是天上的一个奇女子，也是一个美女子。武松终于联合两个高超，一个叫王洪，一个叫李贵。高超和一般公超有啥两样有啊？手里像那个棍子，叫四猴棍啊，叫高超棍。一面切红菜，一面切黑菜，怕啥用呢？一当万人，二万人，管万人，你是财房吃饭的，反复动地的。老板张望看起是有根棍子嘛，反手动地的。如果不态度还是还轻的嘞。据说这根棍子啊，到明日自从手里向灭掉子。我倒觉得灭特对的，也是一直到现在为了用这根棍子灭乱的呀。上海有两个切卡，用根棍子的皮当说话啊，偷生病，老衣裳做官改的，那么切红菜、黑菜，今朝乃是里到后庭来地吃西菜，明朝刚日里到锦安宾馆吃特色名菜四斤花年，这别乱啊！两个高超。更是武松来到十字坡，啊天娘，真就是口干舌燥，到底是我。在武松一忙，你呀，只不光出在头皮我实在，要寻个地方弄点么子吃吃，垫垫头皮，弄回两句吃吃，爽快，哎呀！这扶松听在对的，宋长人到现在的士是精，一口两的分落头。小时你都吃不下，我吃不是。那么这两个从上河扶松来做啥的？鸡胸到底充分发配到满嘴。为啥要发配到满嘴？扣地方，充军才是扣地方，充军不好地方的。苏里充军，西伯利亚，我想可今年领58吨，打出东门，发现2面中人2块棒饼子，我吃不下了。第六万里向中国充军到新疆，不过第六万现在新疆好地方了。我去过个气氛起，我听唱歌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啊，邦个啷当铃咚当，邦个啷当铃咚当。充军的好地方，像你把充军冲到江西庐山，杭州西湖边上死了宾馆里的是我第一个报名，上他那北头的。充军发配到此。也不良高超一提醒嘛，的确是至高斗云哦。扶松对门的一忙呀，巧极了。一路指令去一块大布地，塞出地方，上头下一个3D式高的雨坠，坠旗飘飘走来之功。2日攻城来，前面坠旗飘飘。料想定于追地，逆牛西去，长饮3杯。好，跑得快！
扶松大致两高朝进士令出士令到士令可以抬起对了一口5个网子，当中给顶得出，双开个门面，外头带着高大的两旁，1倍最低。太阳做出个风雨那阴日里，西门窗荡开，个秋冬风哗。嗨，扶松高兴，心花怒放。各种外景是我来吃了几杯两醉3个西家里，2公才进地。我为啊，2位兄弟进地呀！耶，厉害2兵不为人上个路的，围攻的一口的一黑啊！哎呦，2个高潮，2张眼黑鼻子一色色。对旗子呀，惊慌失措，这公，这个是金的伤态，也没然后，也没讲的上人说就好这个副强的，那里头眼光里带科技一样破的么子，扶松根据目光，旁一口看到最低门口来一个人们，扶松啊一喊，这公，最低门前里还有一个霸道小人，就叫冯玉了。呼，这个人长得破啊！面孔没人擦黑，你黑人灯，王阔是不动，3个样子撑的。面孔老下五官不样标准，2张耳朵，遮风花水3个样来不住的了。遮风耳朵，手是遮风耳朵，各式各样。我理解呀，是遮风耳朵。那这等样。那我别个比较耳熟，力量招风，这个招风了。不是别人花，别是自不差，一对眼睛终于上我，相差3公分半，啊！真是异样。这公，扶松一口个张面孔一黑的嘞，那个人上这个扶墙的切钱不嘞？阿位爷娘是近亲结婚啊，养出来瓜台的。是个不是个手工哪个种人本性就没这么外心就来了。扶浪的戴眼睛，这对低到的巨台的一望的单腿2步，这公巨台里像什么还有一个人，10里女个像女个，10里女个像女个，哎，我矛盾了啊，不矛盾啊，10里女个长得比内科的女人还要破，10里女个来看，比方朝外的火。女光必定大红火归到芝芝火这个马里火有的为滚一波火的嘞插这个火啊3个样火地里向火里那个一撒手上想这轻松对啊说呀推明呀里向周围里一滴粉是个斗对2根大字后头一个结胸口里是一朵虚虚的牡丹花，为4倍1倍，不上清真家玲珑剔透。那个啥人？江湖人称某丫头，生2加崩用娘。来看俺们俩的公告所说啊，我吃来高上才抢得起的，是那个我啊，师傅还没来的也懂，叫精气神格。扶松一口里身上不认得了，这个女人头上出过个，身上的衣裳最奇怪，着的不透明的衣裳。现在拍拍那个女子太浪漫了，送着房的，送着女人的衣裳，这里在做么的，水弄出来被人家摸清理的，说还不透明的，你不像现在了，我拿天人的去口水透明而已了。那深圳市上我电视里看见表演不是谁推人为的叫3D 式的解说，那么我到了有地方担心下留下来1D 式假的。这个女子手上做举杯，穷水撇空，那个女子这是以登以自卑，扶松丁郎子生娘让口着。那个老孙儿娘忙，孙儿娘哪了来嘛？孙儿娘开黑地马呀，最是要杀人的，连折杀3种人。头往来手杀，头飞用过杀，
推鬼屋里杀，所以是女中阿杰。今朝孙二娘看到两个高超高了一个犯人啊！犯人，孙二娘记得多了，铁树浪刀，遍体鳞伤，寸步难行。头浪家，水浪看，脚浪凉。高超有讲有当，有目有目，可能啊！今朝这个犯人头浪出国啊！来看里啊！头浪朱营两马，把部队三孔敞开，你可能跟马哈子，反而讲营局人嘛讲，行里不难记。但是两个高超，才会像浑身之个，也是钢，也是车，比得为铁。高超工当比得的，可有作孽啊！不像两个高超高犯人，但是像两个女婿经商人。也没得个犯人个坏人啊，就是话是推官府包庇，算是从军的，实质出来旅游一番，转去再做坏事体。好想到此地嘛，后拉拉叫起来，那么蛮好。既然你进来，半门一门，再坐在那里，眼睛到旁边，刚盯眼睛一看，孩子，站着干什么？还不给我请客人进去？刚盯眼睛，是孙二娘的徒弟玲珑挂枪，可内色里就晓得了。好，我们跳出来，挑小店啊，两份小店乘风了，美酒佳肴润肚肠啊，七个字语速，朗诵东港老娘一打，这个叫门信。扶手他够觉得，然后还是够觉得，也打了都是够觉得，这个就叫国大。这位大人的大概是黑的，那个叫门信。夫人胖眼睛多两足，外里三个这里，那里你几个人打？哎呦，当堂的，你要有精神了，小心了，先边大人，毛手一领，手低动力兄这个宝刀啊，三个称十三机器这个无非的真痛是痛得了呀！我也笑嘻嘻了呀，为啥？态度也好，公鸭老想想好，笑面相迎，或者是要看奖金啊！请好。到高潮打在地里下，空位子里手顶费用门是空袋子上一把地沟最菜，当然快一岁，好，菜到最大不知高，送出来文光开出来，韭菜来了，这个叫乡党，地道里做乡党，现在派在服务员当中就是组长，这样今年的人高都能不快1个月，做乡党很容易的，要开出名堂来的。不妨想到开出来的声音明夸上韭菜来了，南方的想到开出来的声音不让谁多来没法说个，是公司应该有几支布啊，可以唱哪个音？这么你也让黑色啊，还本多听呀，一张车肉屋里向名堂要做落铁个歪的了，我们来着。俺们一辆车入嘛，汽车的啦上来在那，哈哈。你像这一步的，手里来的啦，来的是啦，我在意上大时候啊，意大利的用菜的啊，一定好流行的。最菜上来，扶松来吃的，拿起最后，沙漠一壶醉，口一口，光清闻一闻，喷香，滚不误到这里，吃不吃来句，反正吃到家最人到武器，生人在个，因这个醉了，自玻璃声，嘟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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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翻翻，好醉，滚，那么醉舌头，带着高低眼睛口一口。当然的，那里此乃好醉，醉为了耳朵的来。扶手拿起筷子来吃小菜了，一部吃过龙肉，一部五香牛肉，还有60张3岁包子。扶手欢喜吃牛肉的，这可么吃得特色，小不。
富二郎的石场都2-3块了，都到这里的发大人要挖武器，米蛋粉吃着，饭夹块，哈了炒武器，当一句18块，8块子啊！饭吃过，实干吃没发来过。喉咙也说痛，王都里开出衙门，说这雨里不开门呐，开雨门护送不呼吸的。嘿，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吃这个牛肉像吃口音，到了地方说了是多，但多了是吃无。2个公差来饮醉。你喜吃娘？阿贵，你吃娘？你吃娘？吃了代谢这副够吃，说代谢不对哇！你比我大，你是老兄，长兄为父，应该你在我。长兄为父嘛，就是养了。放了是吧？这养总管再跟儿子管的，怎么能是呀？你那可石牌门开在我做事业品。好的，吃吧，吃。我跟你都好啊！你吃牛肉，你也吃牛肉。吃娘，你不吃，你也不吃，不吃。你吃娘，你吃啊？有人好来，来，对过3块，我不能你吃，我吃的。但让那进出生那个扶送不吃的抓不吃，辰光一长不来，都是来最几片牛肉打发到地里，可两个细细包子一人。鼻子下部里向的汤往了透明，大怪口袋的，然后像直播的石头，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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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阿贵啊，跟那做小笼包子是外地吃不上的，搿倒是个。那新鱼饼过来吃得上的了。真啊，吃呀，你吃呀。啊，有人讲谁呢？应该吧。来句3个字里，上头一个东西西，我了，底油吃汤和工，水心里一放。对2个球子扣一扣，1分2。阿贵啊，这阿哥呢？阿哥呢？吃包子要扣正方向的。哪说？俺车子方向也按方向性错误的。也是个来吃包子为文化大革命嘞。文化大革命不方向有的。俺婆婆一米啊，有一个一米出毛病啊。我唱过舞馆，往高速吃小笼包子。我进来个有一个1米。发现2个米发出单个方向3处，飞一包汤，去憋了一个姑娘的眼皮上，整个一个眼睛能全部倒下来。哎呀，我上去3步我说对不是，你当那大袋的眼睛没拎起来，对，我说这个是不办法，我这边的一般装了，好来了，正往那去买8块5个，刚改回数哈，你好得了什么一方向？我这个你口听说来一个小东东，一喝一包汤水哟！阿贵啊，3样水你才知道不？我要懂底子。懂一点，后用力够嘛，出毛病。实际上我心思后端是理想起，上边的吐出来，下边的一油起，你戳卡细敲那个油头可以，塞出路可以塞漏子。吐出来没个地喷针，一勇气你没个地压力，神光一打，眼恨不最眼望想要抓保护的，自玻璃想一冲过这个嘣！阿贵啊！哎呦，不得了，阿贵啊！哎呦，扶手一听这啥子，那吃这个豆面包子，你是要给家的家，外公的一口也吃人命。扶浪起点水忙着的鱼苗路子上，啪一击了，咱用心子马带了，啪！哎呦，阿贵啊，你回来早，你的王夫人哦，到那个用心子里讲一部小的，到了还挂葱，对，不能哇，通过要俺们是呀，我们翻看娘，再看看呢，这个。我是懂基督啊！不能说是懂基，看不懂你理数反应。不是上帝的那个，不是我的个那个。脑壳上都有余灰啊！扶松的口服好了，100%确定个白是黑的。扶浪胖起来的妇人立起来，带顶子声音扬起来，这里带出
崔姑娘开的是何地？你家恨意要到来，孙二娘啪在据点里跳出来，我跳不来了，马马虎碎了。叔叔大君子，哎，叫啥？叫大。要到叔叔进，要到叔叔进。好，你来吧，小子。好啊！父兄弟过来有相当也好，到台几部分鼓掌。说听我们的父兄弟不够，这对你孙人家这边政府跟你当党子跟你讲，所以十日土不能打的，大武器要吃洋香，一个是到此结束，请听我当节目。后来这个节目呢，我告诉大家，是一位民歌手，这位民歌手呢是全国有名的，曾经到过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得过大奖，伊将要呢到新加坡、香港了他去演出。那么这个是啥人呢？我告诉大家，是菊秀芳同志，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行
下来为大家演唱的是大家非常熟悉也是非常喜欢的著名滑稽演员周伯春。近半个世纪来，他在滑稽舞台上塑造了许许多多幽默戏剧性的角色，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快乐，不过也带来了深思和反省。他今天既不唱讲调，也不唱张调，更不是扬调徐调，那他唱的是什么呢？人在辈出，后继有人。我还是平台家的这个兴旺，叫我高兴。我今朝来重新来，讲到平台，我是老早是欢喜。我以前辰光我欢喜唱，我开始辰光学讲调，我讲调学后来呢，一只喉咙也不来，因为讲有这个老师伊这个嗓子啊雄浑豪放，我是刺激喉咙。这个唱到后来不像没啥事，一听到咳嗽，后来我不唱了。后来我就改学张调，和这个张继林老师的这个张调，比较张调我要结婚，杀金竹。我唱到后来特兴奋的，唱到夜头困不着的。我想上司以往都要讨厌。后来我张调不唱了，我学习这个。是迷魂调的，是徐永志老先生迷魂调。迷魂调唱唱呢，这个夜头困得着的，夜里也困得着的。那么现场走路了，一头走路一头我来唱这个迷魂调，我来走路嘛，我打瞌冲。那么结果后来呢，我没办法，我只能够这个南口不唱的。南口唱不上，那么我改唱呢，唱这个女口和离调，和徐立川老师的。我晓得是这个，我现在唱了3首卢汉水里向的这个，只要非我时态。我晓得后面学得不好，因为自家这个本地又不足了，唱得不好，请同志们多多帮助，请你多多关照。别思。
匹配。孩儿嫁到张家中，为这位宝贝婚姻，乃是我茶鸳鸯不西东，一灯笼谁穷死心路不通。总之呢，对我这个神情，我是不甚感激。实在我平台自家本地不够，我好受这个两伤。假使那要求我这个情形，我只能够记了心里，我再好好再来向同志们汇报。今朝子我绝不抱歉啊！谢谢。邵春芳，他是杨菲菲。今朝呢来为大家呢唱这个马红玲，那么是不是我家马红玲呢？不是的。今朝来参加这个大会，心里也是高兴，也是心里辣跳，因为你唱不来平台的。那么今朝呢，向这个大会祝福呢，一定要唱两首平台。那么你实在没啥唱，只好拿马红玲呢学两首平台腔，一定是学得不好的。那么我相信，各位观众一定会得原谅我们两个人的。那么现在来学，侬先开场，打头，我跟上来啊哈。好，那么来呢？试试看。方才一位女娘娘，不知她是否反逢因。做来身上啊，一手开阿大门，一步上前把客人称，客人啊，乃啥个家底来讲我。听你还是要吗？下当还是要称能红绫，基地称一情下当
林。30年的已经小到我。能红林，为我娘娘把红林看。一手下开来哦，眼前果真是红英妹。第手苦辣涌上心，妹妹她见我不娇艳，两来她一时未看清，是敌是友要赶上路，神来神往人头心，我要人来不好人，倒叫我一时烧谁心。赵志刚，听说您最近录了一盘磁带，是不是？对，里面唱的有流行歌曲、黄梅戏，还有沪剧、粤剧、西剧，还有我们的评弹，是不是？那你觉得我们的评弹好听不好听呢？真心话啊。非常的动听。非常动听。那你演唱了评弹以后，觉得有什么感想呢？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戏曲演员吧，那么对于自己的演唱来说呢，更多的应该吸收其他剧种的好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评弹的曲调非常优美，它的韵腔啊、唱法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哦，怪不得你那盘磁带上就是写的多才多艺，是不是？对。你今天演唱的也是杜十娘。对。刚才那个陈芝老师唱的真是味道好极了，接着就听您的了啊。我本来呢已经是那个班门弄斧了，那么陈芝老师刚才唱了以后呢，我心里更加紧张，所以呢可能待会儿还要忘台词儿。我给你填台词，你别慌啊，请。
金钗，不君去度日光。在青楼识得个李公子，年比三生呀有梦亮。他是说生去离后看，双双月下头上江。那是娘儿把青狗发，连累阴身大比枪。拿下个句儿听得魂不知，口恨等都四季呀才有样。那里啦本是个太宰客，辜负家人，一批好心肠，使人莫伤于他人亦不放。都是娘恨不强，恨终身头破人郎。十郎君呐，我怎当初不知己，原来你是家心上一匹白红妆。口气是娘一金银把，一把牛来一百把香。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把眼前也桩桩都是家人里人，一心上后方也起福旺呀。青楼女子
说他一匹浪花是娘忙回沙里生我心那么今朝么是你平台中青年以后3天班会议，那么听着今天的事下来了，哎呦，我倒还蛮急，我想我还要上台去。那么我到吴君玉啊、张建挂几位老师讲，我说你还来抢一抢。就像吴君玉对我讲，不来讲，别着，你难听不过，那了，老子比老抢班子不好的。那么今朝么，你山高头来为大会招呼一番，但是亲自讲吃，几位老师唱的么，我喝得了不敢唱在。像上次讲同志唱得就好，为杨飞飞同志才唱得非常好。那么你专业的，反而不里都好。那么唱得不好嘛，请诸位原谅。向青年同志好好讲好些，蜻蜓点水。
北京人，但是我很喜欢评弹。那么前2年我跟杨振岩老师到福建去慰问，跟他学了一段，一直也没有唱过。那么在我临走之前，剧协同志说让我在艺术剧场唱一段，那么我挺高兴，我就答应了。可是我昨天回来一看，哎呀不得了，原来是大众剧场这么大的场面，把我吓得要命。我从来也没唱过，也没上过弦儿。那么怎么办呢？我戏单已经印上我的名字了，再退也退不掉了，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吧。而且又把我搁着最后一个，我更害怕了。那么后来呀，他们说不要紧啊，说侬嘛，人家晓得侬不会得唱的，对吧？那么大家笑笑呀。哎，我想这么也好，大家笑笑嘛。那我这北京味儿的评弹，大家能笑笑，那我也为大家服务了。所以为了使大家高兴笑笑，我们就唱一段北京的评弹《莺莺操琴》。乡里
下公演出到此结束，再见。